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。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經開春了，開春的風最凍骨頭。哎呀，從懷繼兒開始1年多了，不讓騎馬，不讓使鞭子，不讓見風，不讓見雨雪，不讓曬太陽，不讓多走動，都不知哪樣我還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門關轉了幾回，轉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玉兒得抓緊，下一個鬼門關在哪兒等着我還不知道呢。呸呸呸！姑姑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，這要是在咱們楚國呀，滿山遍野的都是；到了秦國就顯得金貴了。前2年我求着大王，從漢中移來了這幾十棵梅樹，今年還是頭一次開花呢。開了花也不給寡人通報一聲，連個謝字都沒有。大王，臣妾這時才看到，剛剛摘下這幾枝，正打算讓人給大王送過去呢。還是你自己留着吧，元日剛過不久，放在屋裡也添些喜氣。哎，仙兒慧兒，你們多帶些人過去，多摘些，給王後和其他幾個宮的夫人送過去，讓大家也添添喜氣。是。大王今日怎麼有空到臣妾這來了？剛才在王後那裡坐了坐，順便過來看看你。函谷關集結了大量秦軍主力，軍中糧草吃緊。王后提出用自己的陪嫁首飾籌備軍糧，沒想到王後真是深明大義。函谷關那邊怎麼樣了？函谷關連日大雪，今日接到戰報。各國兵馬中，只有韓、趙、魏3國兵馬抵達了函谷關。燕國兵馬尚未出動，楚國20萬大軍走到半路，突然說因為太冷，沒有冬衣，不肯再前進一步。2日前，司馬將軍趁着大雪，夜襲了魏國的糧草大營，燒掉了他們的糧草，並意外虜獲了幾名建造弩機的韓國工匠。大王的話讓臣妾想起一件事：孟瑩嫁入燕國那函谷之地3載有餘，剛開始燕國那邊還常有書信來往，自從燕王駕崩後這半年多，怎麼變得渺無音訊了？是啊，寡人心裡也惦記得很。張子不日便會到燕國都城，他定可以見到孟瑩，帶回音訊。這公子咸陽城到了。先生是來住店的啊，你們秦國大王招賢納士，我會在你們這兒住一陣子。哎，裡邊請。這位校尉，在下東周國世子蘇秦，有一封重要書信要面呈你們大王。就憑你，說想見大王就見大王，我們大王哪有這般空閒？蘇秦愚鈍，還望這位校尉不吝賜教。你是世子，凡世子見大王都憑借策論高低，你的策論若有見地，還愁大王不召見你？此話當真？大王愛才，就看你是否真是有才之人。多謝。繼兒，看看這個是什麼？看看。姑姑魏夫人來了。怎麼了？咱們這兒來了一位稀客。誰啊？披香殿的魏夫人。請他進來。是。繼兒，
继兒，继兒，继兒，乖。见过魏夫人。哎呦，妹妹太客气了，快坐。这小公子长得朱唇粉面，真招人喜欢。你看，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。小孩子心里是最干净的。是，小孩子的心是最干净的。他该午睡了，把公子抱出去吧。是，走喽。哎，走。哟，前些日子，妹妹派人给各宫送来了梅花，图个開春的好彩頭。姐姐無以回報，也帶了些東西給八子。剛好啊，前一陣子華兒獵了些白狐，積綴成裘，讓人趕着做好，給我送來。我和妹妹的身量差不多，妹妹趕緊試試，看看合不合身。魏夫人客氣了，這麼貴重的禮物，我如何承受得起？我是特地來向妹妹道謝的。上一次若不是妹妹聰穎，向大王澄清了那和氏璧的真相，姐姐險些誤會了王後，傷了後宮姐妹的和氣。我一心只想報答，但思忖着這入口之物，難免忌諱，所以……姐姐快起來，姐姐言重了。妹妹，你是對姐姐仍心存芥蒂呀？魏夫人若是真心，這聲謝我收下了，但狐裘還是請魏夫人拿回去吧。這，妹妹，你這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嗎？夫人剛才說了，這狐裘是公子華對夫人的一片心意，我怎敢隨意奪取？公子華孝順，是魏夫人的福氣。我也盼望着繼兒有朝一日能長大成人，如公子華一般建功立業，得一方封地。自此，我也就一生無求了。我跟妹妹的想法一樣。哎呀，只可惜他人對我誤會已深。妹妹，你若不念舊惡，不計前嫌，姐姐願與妹妹親如手足。